武帝古廟協天宮唔只係祈福之所，更係社區文化傳承嘅樞紐。每年依循道教傳統舉辦祈福法會、神誕儀式、祭祀活動等，將信仰融入日常生活中，讓每名善信喺心靈上得到慰藉，成其所願。古廟平日仲有唔同嘅法會同埋祈福活動，就好似今日觀音誕，廟內將舉行朝神誦經法會，祈求觀世音菩薩嘅庇佑。而每逢農曆初一同埋16，逢星期日及各神誕等慶典，都會舉行祭祀活動。善信們都會常來古廟參拜、燃燈納福。喺農曆新年、關帝誕、中元節等等重要節日，多年嚟協天宮神師壇均會舉辦盛大嘅祈福法會。善信們提前準備供品，如新鮮嘅水果、糕點同鮮花，聚集於廟內，啟建道場，誦經祈願。喺呢啲儀式中，善信們祈求一年安康、家庭幸福、財運亨通等。每年關聖帝君嘅誕辰，亦都會特別舉行隆重嘅神誕儀式。廟內會精心佈置，以豐盛嘅供品同香花等裝飾，法會氣氛莊嚴。每位信士都懷住虔誠嘅心情，向神明表達感激同期許。可見呢啲莊嚴嘅科儀唔單止為善信祈求安康，亦為先人渡厄超幽，深刻體現咗華夏文化道教嘅精神。